香蕉、保利、韩国啦、哈基、萝卜、韩国啦，树、芭蕉、玻璃地，还有一种蛋椒，小小的、很短的。纳罗、韩国兰。我就要讲这几个。还有波多黎那边面香蕉最底下的苏木胶包，然后还不会再长那个香蕉的就对呀，三角形嘛。福多韩罗阿罗曼那是苏木韩国兰，对了。芭蕉那个。香蕉，你看这最后面的尾巴，最下面的尾巴，手风，芭蕉，我记得好像那个外籍会吃那个它的那个拿来炒菜的那个花，香蕉花，尾巴那个拿来把它炒上。芭蕉，我一定要芭蕉的芭蕉花可以炒来吃，炒那个肉丝好像是这样。我们后来有那个康复做这样的菜，我们才有吃，以前都不知道可以吃。好，关于芭蕉树这部分，你来好。你说我分呐，你看有没有讲到芭蕉树？阿美族里面讲到芭蕉树，我只知道芭蕉树都是猴子吃的香蕉。以前在野生啊，那个猴子吃的香蕉。好像我们谈的这个地方比较少，芭蕉这个部分。来，接下来以前的什么可以把那个水弄得干净的什么麦饭石，有没有听过麦饭石？还是洗澡用的还是什么？还是过滤用的？过滤用的哈。饭的时候也可以放2个石头在上面。饭里面。对，你放2个石头放在里面，你的饭会越吃好。是啊。对。但是这个麦饭石在煮饭的时候放2个到3个放在一起煮，那个饭煮的效果非常好吃，陈年饭变得新米，也有可能真的啊。因为它麦饭里它可以释放矿物质，那个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要的。对，这样子做。在我们这边比较少，靠海的比较多，靠海用的这个麦饭石比较多。我们在纵贯线好像没有听过，只知道是可以过滤用。好，关于麦饭石的部分，谁还有其他的补充？麦饭石，我来报告一下那个麦饭石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拿这个东西做那个石头火锅的那个食材，过来都是用那个麦饭石的，是从东海岸那边捡的石头。那个神文石这个部分呢，大部分都是在纵贯那个地方。纵贯才有。那个神文石。所以这2种石头，现在为什么会把它拿出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的石头火锅要用的关系，才会有这些东西。其实我这边我唯一没有的是那个石温石啦，麦饭石一大堆的，那是那个阿利克小姐的爸爸，中海岸就捡了很多拿过来这边放的，以后你们要做石头火锅的那种，可以跟我借，但是要还我。几克回来？用1次而已。没有，麦饭石可以重复用，你可以清洗，你不要用任何的清洁剂，你只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好。清洗它可以重复使用，然后你可以在太阳底下晒，还可以重复用。好浪费哦。好，真的是现在很流行这个吃的火锅，所以这个蛇纹石跟麦饭石也就很流行了那刚刚提到说，就可以煮饭的时候，也可以把麦饭石放在饭里面一起煮。那除了这个吃的火锅以外，
用到这个舌吻使、脉饭使，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刚刚还是过滤嘛，吼，过滤是怎么样过滤？过滤是怎么过滤？过滤的话，一般那个是我们小学时候老师有教。过滤的话是用木炭把用木炭，然后木屑，然后再用石头，然后这样一层一层的过滤，就变成干净的饮用水。以前是也会用到那个稻梗。稻梗。对，它就一层一层一层的放，就当做滤水器使用。以前的沥水器。对，以前的滤水器。就是用到麦饭石加上稻梗过滤。还有木炭。对，木炭。木炭是最底层啊。木炭放在最底层。对，最底层，然后就是一层糖，就那个稻梗、石修。稻梗，然后再石头。对，就可能那个水是脏的，很浊的。滤下来的时候是透明清澈的水。好，是很天然、很自然的。是用在那个比较粗的那个竹子，有没有？那个就当过滤的，它可能就是它这样一层一层弄，然后它底下会弄一个洞，然后那个水就可以这样子沥下来。以前就知道过滤哈，以前的人早就知道过滤，就懂得，因为以前会有时候是台风过后啊，那个水很浊，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会想到这一招可以过滤，所以我们的祖先也真的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好，这个舌吻使、脉饭使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继续往那狩猎、渔猎。其实阿美族好像渔猎比较常有，狩猎还比较少。刚刚像早上李老师讲，我们都是被动，放一个陷阱在那边就回家了，然后有空再去看。好，我们看这个渔猎独一藤。什么时候要用到独一藤？就是捕鱼，捕鱼的时候有什么节日吗？有什么节日会要捕那么多鱼？以及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可以用到独一藤？我先讲陷阱。好，陷阱，好，请说。陷阱，可能来大动物的话，比如。米迪罗，如果在树上的话，达拉嘎尔；如果在地面上的话，的歌或者是耳子，或者是颈部的话 ，wire、韩国啦陷阱有很多，不要用只有一种哦。早上李老先生讲的是。等你喊给他低落就回家。对了，我刚刚讲的，等一下我会好，我会已经写上去了。好，关于刚刚陷阱的部分，好，陷阱。早上有讲到围猎嘛，吼，李老师，围猎就是带一群的狗，对，就围猎。因为狗的那个嗅觉很厉害，那我们对原住民对最近好流行射箭、弓箭。我们以前有用到弓箭吗？因为阿美族好像对弓箭。我爸爸是跟我说，我们阿美族没有弓，我们有箭。那个箭，我们以前狩猎在用的嘞。但是我们以前狩猎的时候会用那个这样子去毛。好，那应该是那个毛用耳朵子，嘛喊，我不当，耳朵还有呢？为什么？你那个巴古蛋的古蛋啊，那你古蛋，花飞起来蛋。古蛋，巴古蛋，古蛋，还有就是耳朵子。就好像共产党战争用那标枪那个是吗？一样，像标枪一样，在耳朵也叫巴古蛋。那我们不会有那个弓箭这个部分哈，阿美族没有弓箭。好，好，接下来鸟簪，然后鸟簪绑在好，有吗？没有吧？比较没有鸟簪，没有讲有。占卜呢？占卜用的鸟簪，请李老师说明一下。Ira ko so no mata asay how sahi ko unya ko bisa mai to ra
完全是靠鸟对你它的动作对你的这些行程是不是影响？完了，我们阿塞，si ayam sa di sana mi ceria surah ayam dapat ibadat no luar isu tidak ku padas no tapi dengan Yesus sa mateni no mali tengah ko ada suni no ayam di ku sana panu minukai jadi tu pacici pacici aku sao itu isu akan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在比一样给他过来本来只要是发生鸟对着它在叫，它就回去了。就来过来点赞，那嘛到阿塞也在，我乱no linga hira。Mana ayaman ya? Cirot? Cirot. Supaya rasa kena cirot sa. 是好事还是坏事？水果是跟那cirot di ceh kanga ay malingat anin arome asa。鸟背对着我们的时候吗？可以抓不到野兽，不适合去打猎。找不到。这个杰若还有什么样的举动、叫声或是什么暗示一些什么东西？还有没有这样的补充？就是背对你的时候是不适合出去打猎，干脆就回来啊。如果有别的叫的话呢，杰若会叫啊，但是它叫声有没有可以分辨？没有分辨声。不吉利啊！背对你，屁股朝你就是不吉利，当天不适合出门。啊，就是阿美族的鸟瞻的部分。飞从前面这样横飞过来也是不好。把它整你大力拔腰一下也不行。啊，好，阿美族有火药。打火石。谁知道整个过程、整制作过程有没有了解的阿美族的火药的制造过程？我们有没有听过阿美族的？没有。那个应该好，不农。我问一下，就是那个狩猎跟渔猎有没有禁忌啊？好，pakainya di adob di puting, bila kupai situ maan hao。刚刚讲的独一藤是什么季节呢？小瓦拉。那个渔网你不能，女孩子不能跨过那个渔网。跨过渔网。哦，怀孕的女孩子不能跨过那个捕鱼的渔网。还有28天的也不行。夜市也不行。马戏也不行。马戏案也不行。什么东西不行？不能打猎还是不能捕鱼？打猎捕鱼之前不能打喷嚏。打喷嚏，放屁，放屁。放屁也不行。哈丘也是，如果你今天办什么事情，只有早上哈丘那边，然后今天就不宜干嘛做饭。不宜做什么？打哈欠，打喷嚏，放屁，发型啊就是打喷嚏啊。都不可，就是之前你要做的事情就暂时不做了。如果前一天晚上做爱做的事可以吗？可以吗？你妈你说弄起来，你mengerti sudah tertanya ni, nah itu rumah mata itu maan。明天的话，明天的事情就可以。你阿德巴古安人接了安人，因为大家俺们的第一阿基啊。做到后梦也是不能去。也不行，不行哦。也算禁忌哦。哦，不行啊。Semua lagu tu ya tahu tu ni tahu sebenarnya. Ini kita di bangsa. Jaga dem uno ayam aja, uluat uno ayam, ta uno ya no awal jadi di lau， 那就是
最时常在用嘛，大塞，那都是马巴达亚个巴罗罗马这边好，呀马美道啊当道，罗马个米有叫外都呀米道外，但米基林都是个瓦塞，在古罗马米基林都啦是个瓦塞，那还好，拜他们诺曼诺米南拉Orongan ami tu pituran akawas uruma o karuma sao ke mihau uruma ku pituran nira kawas nira saka cikawasai cai patadosa tera terama patasai aluma adawan amno me dawai na no me dawai cai ka tera tora ruma kira cai ka maan ku sar afam nira saka uruma cima patasai dikirim saja tora me dawai 是部落里面公正的。 你马安这个美道都很有这个说服力的时候，带啦，就感到米基林就那汉你啦，都美道外，你伊拉不马巴塞诺罗马尼亚，ta cima akia ku cikawasai to mamirusin misalisin an hanira hau cima ada hana cikawasai cira ku hanaku an hanira tamya dau cira adawan ni dau tan dengan nira kia kalato nya panoh nya aul an masamana kawananai dengan nira sagera masamana ko karingau nia pis nira au tak matini anu saya kata tolong pasibana nira pura dalumaan saya dia kadang bunyian cikawasai masafa pusar afang nira anu pacici anu so letak daerah pura cikawasai ada cingra masafa pusar afang saka dia ulan cari sumal cirai masa kiso ada dawan abu sana dawan ni daw au na malafut ku ya ni awal haw nanam hanira mangai to cikira hanira tak daerah kunana lalu maan tu la cikawasai au uma hargai to ma daw kemudian kiso da tolong hanira dia la cikawasai haw ta suan hana ku adiam sa daerah tu la rumah itira anu ada dai itu mapat sai itu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第二个主战，那么大赛地啊，这个任务我是比阿鲁巴扎，好，米巴格里多拉呀，达拉卡伊鲁多matang tu kia mi ala sa, lawan nama tu asai kira, urira tara lutuk hai, maden kucima cima aja tam tahu ya cerai amin tahu tahu, anu cima panesai, 不是，给门也都不要招来，ukawas dawai， 可是它本身不会过气，它只是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力量可以去布这个死方的这个情况，然后做了这个吉高赛代了，这个吉高赛老山代了，ada masafa kusol abang ni lah, ada dak tira, ada ki ayau apa tai, akhirnya kusol mata asai， 就是主瞻呐，好。竹瞻就是鸟瞻以外还有竹瞻，竹瞻，金吧？对呀。 李老师用国语发言，那把这赛就像有伤势。哦，你今嘛把赛古罗马ada aja好，那个本来的啦，那今嘛把大家那个才是严重的啦，那misalnya main tu go yang lagi lah， 老师用中文啊，对，我忘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他每一个。 事主然后他们背上都有一个神明嘛，因为有的是姓太阳，有的是那个山头，有的是姓山猪各种各样的每一个事主属性都不一样。他说这个神跟那个神会发生撞的时候，看哪一个他的魂他过力的时候，他可能会生病，所以必须要找这个占卜的。 这个先知我呢，一定要在部落里面，他是比较有这个知名的，每一次他去占卜都会应验的，大家都会找他，因为我怎么知道 Fakinya 我的舅舅了他很厉害对不对？这我舅舅上面的了你都到两三代了阿斯图亚买的来的呀。 妈妈会这样，所以伊拉是在那个部落里面的人都去找他
下底来过啦，多多过啦，是办赛，然后呢，这个说是他主张，如果是他看的这个折断的这些竹的细细不对，他会告诉他目前这个人这个巫师不能用，不能到那个家，到你们的家，就是这个先知告诉他的，然后他就说你要哪一位呢？因为部落里面它是一个组织这个哇塞，他们都知道，所以我要那个怎么样？他说好，我再给你占卜一下，你看看不行再换，不行再换，甚至于换到5、6个都有，他们一个组织也有好几个嘛，这类这种过去老人巫师的组织，然后觉得他可以的话，那就过去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所以我在想，这个先知怎么那么厉害怎么知道这种情形可以跟不可以？这就是我们过去，所以我们只知道说占卜，然后跟吉高瓦赛有没有关系，我们可能都还不知道，其实有很大的关系，跟巫师生命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必须透过这个占卜者、先知去告知他可以，他是什么通灵的，这我就不清楚了。他就是可以去通灵就对了。还有就是巫师到那个家，不是都用酒去喷，然后他是用生姜，生姜含在嘴里面，然后就去喷，甚至用盐水，那么多的酒都吃地瓜，还有酒给你喷，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我们想一想就知道。但是比如说做酿酒，不是都是大家在宴会的时候剩下的糯米饭再来做这个酒酿，你看从这边就可以知道啦。那所以那个老人不可能自在自酒，说我们原住民会喝酒，这都是因为假象过去政府对我们的这些放纵，然后所以可能很多人喝酒。在耶老维亚乌溪乡，在几年以前，你经过他们家里早上都在屋檐底下睡觉的，哎呀，懂了吗？那你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过去不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那我这话题讲到这边讲到主张跟巫师跟这个有商家的这三角关系是这样子，对了。把这可能来那个好，我要把这可能来商家的意思嘛rohov hanomida rohov 是商家的意思，那把这赛去理事长也喊你那个补充一下那个自闭那一类，还有什么哪个巫医那个巫医第好外国把家不是要，我说你们是怎么去怎么用什么东西去分来的？雅的心那个露水，他们是用那个芋头的叶子就每天早上去接到那个老家，然后集中起来以后，不一样的分那个受伤或是生病的人，因为以前没有药嘛，没有酒所以他们说，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用阿拉辛呢？他说最干净。他说最干净。还有一个，上次我在东华的时候，我问过那个真的巫师这么的把那入木光复的。把那入木对，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节食比如说我要准备吃高不要有的人都会节食嘛那个巫师禁他们要吃什么东西才我说吃素就好了吗？不是，要吃什么东西就最纯洁的就是的竹笋冒出来的时候里边的那个才可以吃像那个那个什么
地瓜哦，然后削皮，那个可以吃。然后呀，蛮的，对对对，那个生姜他们有讲，就是我们的土豆啊，呀，不拉新疆的，那个叫光复豆啦，呀，把蛋呀，那个才可以吃，那个才是有包过的，哎，有包过东西的。那个原生种的那种才能吃，并不是说只有哎呦，反正我吃素就好了，不是呢，他们还是有了。你看那老人家一定要有节制的，并不是说随便吃素就好了就好了。所以你的灵魂才会跟那个祖先哦会在一起这样。报告完毕。好，再补充一下，这个就跟能量有关系的。为什么说那个露水很重要？我自己的姐姐给你好妈被人家嘛巴嘎罗神奇的，然后她的眼睛看不到，然后后来就他那个我们就部落不想辗转听到说叫他去那个采那个露水，那必须要没有见到太阳，在早上哦。也要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露水是最好的，它最有能量的，因为它没有受过那个灰尘所污染，所以为什么说它会有？他说你要用那个露水去洗眼睛，我姐姐真的就这样子做，她的眼睛就看到了。为什么说那个其实天地万物它都有能量的，包括那个露水，为什么说它可以洗眼睛？她的眼睛医生真的看不好，他怎么求医在狱里看不好？结果后来是那个巫医跟他说，你要用那个东西去洗，你眼睛就看到了。然后再说那个刚刚老师说的，他们的食物为什么都要吃在地底下没有见光？为什么？它是来自于地的能量，因为土地的能量它就是以大地连接。那如果说你一见光的时候，像我们包括我们采植物要做一些精油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说在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前去采摘它。它那个时候的能量是最清的、最干净的，没有被任何的所污染，所以你的那个判断力，你可以上通天上，下通地底下，那个时候你接收的讯息才是最真实、最纯净的。所以他们是用这些食物的能量来增加他自己的那个能力，是这样的。谢谢。OK， 那个呢？禁忌是含你好，然后个是还有没有别的其他的 ？OK， 来禁忌那个林德燕，等一下你还要再讲陷阱这个，你要再讲陷阱吗？等一下。补充一下啊，有啦你，我们去打猎的人哦，我们部落里边有一个很神的人啊，好像说我哪个地啦我就有了。我说你是怎么知道你是有猎到？你是怎么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你就会有什么？他说很简单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你今天要去哪里，你看天气嘛，如果下雨怎么可能嘛？他有感觉嘛，是吧？并不是说什么一定有什么，不是啊。他说看天气，如果下雨的话，你去怎么会有可能有？所以你要出门之前，那个风向是怎么吹，你会有感觉嘛？并不是说我打过那过我才会有什么，不是，他们是已经猎到有那种经验哦，看风向啦。而是看那个鸟怎么飞，我来明明是往北的，结果它突然是往南的往北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会有一个反差的方向啥感觉？他那时候就会想说，怎么会这样？有这种反应的时候就不能去，这样如果说有感觉上，还是一路高兴的，那就有可能。对，所以他们都是，我知道他会出去的话呀，很不容易了。所以一出去的话就有了，他就知道他有感觉呀。古鲁玛，有的人说他会做梦怎么，那个是后来插的故事了。
哦，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猎人，或是你要测到什么，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查过啊。就那个啥叫报告完毕。好，也有就是直觉了哈，对，那个人的直觉，可能他对外面的那个很灵敏，对他的感觉很直觉上就很灵敏，比如说对他爱担当担不到，各样的人都有。好，今天我往下哈，第7项我们所使用的器皿。其实我们使用的器皿应该是竹杯，有吗？有哈。那竹杯还有陶器，那我们用这2项来讨论看，除了这2项以外，还有些什么生活当中我们使用的这些器皿，装汤的啦，装水的啦，还有哪一类东西我们可以当容器的，当用具的？从这几个项目里面，除了竹杯以外，陶器等等等。我跟他等等，开了。Uya Patilian tu datang memastikan jaga lu awal sahau awal peraan itu materi tirahau ya tipis mata asai tipis ukiran misalnya anira itu to anirahau Patilian tu mastik tu puting tu kalang tak tira itu lu tirahau masalah mahfum dengan tira Patilian tu tenas mata asai dia sa mastik calurahau Patilian dia putih-putih hara-hara tipis Patilian dia lah nah ira dia ukaisin hanya ukaisin cek dengan materi tenas dia hau so tipis ilaza palo asan hau sama dengan mata asai wafanau dari san mamaan tu tipis dari antiho tu 可以用materi ko mata asai dia Patilian tu ya tu kakanan itu hau说那个容器呀，我觉得很多啦，就比如说捞一捞呀，把捞一捞家，以前我们可以给它弄起来，然后可以挑水啊，从这个，对那种阔叶的那种叶子都可以，不坡玉也可以，甚至于我们到现在的话都已经很会了。把那个很多的叶子啊，像做那个什么台湾族的吉纳布，都用那个叶子给它包起来啊。其实很多啊，像叶桃叶的那个叶子也可以包我们的什么那以前更早以前我们是有做那个哪一个那个阿里凤啊，对，那个还特别编的。现在更方便的话，直接用叶子包一包，呀，卡刀啊，一些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因为叶子也是很宽的，只要有宽的叶子就可以包那个饭就可以对，面包果的叶子也都是很好用的。我觉得那个至于其他的那个。只要叶子大的话，都可以变成容器的，我觉得。对啊，只要把水倒进去就好了。甚至于我们给它包起来，然后给它埋在那个火堆里边，烧起来就熟了，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好，现在我们谈那个陶器比较特别。阿美族也有做陶器，什么呢？比上做陶器，什么土？你的土用买的土。我们以前在光复的时候，泰安都跑到太巴郎那边去挖土，太巴郎的粘土可以做这个一大案，那个泥土不是很特别的是啊，好，那我们就谈这个制作陶器。制作陶器是哪些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做什么用？陶器，dia tahu pun Michael. Cuma kok ayam apa nak itu pakainya itu sangat kita tu maga. Kurang, kaisi, 还有什么锅？
果仁和果瓮，还有一些我们是买来的那个装水的，我们叫的几更。好，我们现在做陶的部分。我们到时一条好，上啊说都把整个好，我们给把这点最不果仁和果仁，当个习惯那个。当个习惯。当个习惯水果。这也是，其实一样马甸我果仁，可是它的样子比较不一样。口很小。对。口比较小。妈，你再说一遍。马扎对呀，果仁啥？可是人我们台湾那个，你tahu tanggal siban hanya, dia pun dia mantu asai, tapi dia dulu kiopa, tanggal siban, mengenai tanggal siban hanya ukuran hau tapi dia tu sirau, tu mantu asai masa usi mira, tu pilihan tu lah bah atau sirau, naik. Tanggal siban sebenarnya是装什么？酒，哦。di tangan bah, udah tanggal siban asai, tu. 在把我进来，果仁都可以啊，进来。以前我小时候哦，我那个阿嬷床铺底下哦，有3个东西，然后果仁哦，还有一个是也差不多那个样子的微状哦，好像沙子啊，可是把手拿起来盐巴，盐巴都藏起来的，对，还有就是比长安亚多亚巴，跟那个喜酪也是，都是在那个阿嬷的床铺底下才能找到的。哎呀，那个是他说那个都是重要的财产。还有，我给你比上来果仁。制作，我们谈一下制作，怎么制作？我们的什么的比生啊？现在是已经做好了，我们可以装什么东西？那制作过程，怎么会有这个陶制品呢？怎么会有陶制品？现在张老师这边都用电的，用电的。下一次我们开课了哈。好。张老师这边是有电的来去烧窑。那以前不是哦，那以前是怎么制作这个陶制品？有没有人去看过、听过，或者做过这个陶制品？反正在在淡水那边有人在仿制他以前是怎么做的呀？他们是用那个泥条法，就一条一条的这样，喊来一条，然后开始绕，绕起来就绕一个样子，然后点等于那就拍打以后阴干完毕以后呢，到一个硬度的时候就压力越多，他用那个柴烧了呀。那个米糠啊，跟那个煮那个用那个米糠，把东安的米糠忙，整个米糠就给它烧起来，就这样大概那个时候他讲说大概有800度的温度了，所以就不会漏水了。有啦，陶土如果用电窑的话，大概到1200度左右，然后就像我们的碗一样那么硬。所以以前的那个雅果仁呀比较容易破的原因，就是大概就是800度以下，就直接在泥土里面就这样子烧起来，很容易破，但是不会漏水的。我们做成一个锅子以后，只要锅子的上面有水的时候，从下面烧，怎么烧就烧，不会破了。买来锅要那个陶如果说上面没有水，下面你一直煮到最后会破掉。是这样。那个原理很简单。报告完毕。好。
好，在这个部分我们好像不是很清楚哈。好，那就往下。一般啦，我古经没有火柴的时候，我们怎么起火？我们怎么起火？那起火的方法是有哪些？我们阿美族到野地以前没有那个火柴的时候，什么你当多感恩。之前我在部落里边刚刚到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东西很好奇啊，我就在部落里边去找杜拉玛尼腾埃，就在达罗安的，他们后来已经有打火机了啦，就我说以前的样子啦，什么，叫我去那个贝拿去找那个什么纸，好像白白的。然后还有那个我们叫锉刀，呀，来人家，还有一个是腐烂的木头，而且干的，然后就3个东西就用打，打出火花，打到那个腐烂的木头那边哦，好，有一点点烟丝的那个烟的时候，就这样子一直吹。我吹到头晕啊！对，他说要这样子弄，以前是这样子弄，这样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哎，用那个什么就用那个打那个石头，然后把它打出火花，打到那个烂木头那边，让它有一点点那个烟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吹，然后那时候我就有感觉，一定要古巴一定爱好。为什么每个打罗案一定要起火？火不容易找啊，对呀、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不管那个打罗案在哪里哦，烟一定会冒起来。然后他们就说，一定要走过去那边，跟他要火种啊，才能下来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我跟可能那个不让用那个所以大家都在讲说 the king， 就是这样子来的啦。我觉得是这样。比如那个石头亮亮的、透明的那个，白色的，有时候透明像玻璃一样的，那样蛮多的。这个人家叫弗拉纳斯，白色的，后面像玻璃一样，那个叫什么金啊？水晶石呀，对呀，那只有那个硬度比较多，小。那种的阿妹族怎么讲？所以用那个锉刀在那边打很久，还没有冒烟的时候还不能追啊，有一点点烟的时候就冒吹得不容易。那个就是我都没有找啊，到后来他跟我讲说他的有找。好，这是一种起火的方式。那这里面讲的钻木，你看，那给大家要讲钻木起火，你看你是放在也把那个钻木起火，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起火的方式？他刚刚讲的是那是第二个起火的方法。好像我们没有钻木起火。那就只有河边可以捡那个。那个，我是在东南亚看到的是那个竹子跟竹子啦，都感觉哪一家就有那个烟，就冒烟了，然后就慢慢追，那是在泰国的样子。对，竹具法，摩擦生热。摩擦生热。那个什么钻木取火是在上童子军韩木张训的时候有在做，可是我都没有搞。还会成功。好，起火的部分大概我们是属于第二项。
第一项打火石。对，打火石的。啊，我们以前是2个石头敲，2个石头。哎，好，接下来第8项。Pagkain有一卦，那么大分那一等的问号，现在就是织布这样的。那织布，他说你的干嘛分那你织布给大家有帮助。苎麻，有苎麻以后就看你等的温。你看那个过程还那么复杂，怎么知道这个线在上面在底下？哎，蛮不简单的哈。那以前我们是老人家是坐着，然后就脚顶着那个木板这样。我有把那个我妈妈的那个工具还留着，不是像这样的，是坐下来的。你下次可以带出来。这叫织布。好，我改那织布，只有女生吗？男生不能。我看到现在有男生在织布。好，我改那织布，我按个材料呢，上的织布，做些什么东西？织出来的以后不是只有穿的。我也穿过那个织过的那个衣服，加到背心一样，2片组合起来这样，然后对，还好，不该你织布好，不然人都个kali在那边打，saya tampang menguayau tengah saya itu untuk。刚刚好像早上那个谁有讲过了那个过程。刚早上讲说那个水要泡在水里面，让那个皮肉的部分是自动腐烂，这样。然后，可是现在看到的是用那个竹片的拉一下这样。哦，我记得我家里以前是用拉的，我阿嬷，你是 clean， 用拉的，不是用泡的。我aku hau ni ala mamu aku ni ala tu beliau falahan ho sa kya papahela mahal ni papa ka sa puta kan ka o ka kila so to jinga mahal to ni so ti tala to alo tala ko au han jinga mi so thai la ka ko tsala ni la ngai hawaten mang ai to kura bai jangan tu ifan lo isa yo urana to ni sang ana ko ya beliau hanana na mai jang to jinga ngai to panukai to yang tu jangan kena, jadi video hanya singa ngai sama tu ni buruk tu, hani kalau tu, harus ni kalau ni buruk tu nah ni kau itu tu jadi wayang tu urut tu kamu pun nane kawan anak tu, 谢谢。好，好像大部分都是妇女做的事情哈，妇女安，鲁巴巴伊安的大家哈，这个。我问一下，那个我们的织法有哪几种啊？织布的功法有哪几种？的功法？什么十字绣那一种？bisa pikau itu. 马上跟你是跟你刚你就开始勾，看你要勾什么，勾法又不一样。老师那个帮我麦克风。Tafakut kusangan saya. Ni macam aki aiku misangan ni purutan. Urutu saya. Cak aki ayat cak, 因为我阿姨安尼来不比干嘛？cak liwai sama cak tu aki aiku ni purutan sasangan hati lai. Ni tenuna saya wah aku mangai kudu mamu aku baru saya kira panan. Pipi kai kuno panca ya atau sapi tenui. Ida ko kilang tumirangat hatinya kau hadiran iya kaya beliau kira pipi kai kira ta hansi no wala ngai mahal tu ni sama sa jinga tu kalitnya misaya malah luka tu kembali tengah saya kapca ke piling ciuta saya ala tetla ida ko mitonong na no panca ngajira saya matin na ko ma ya no panca hai 唯一的织布机。带来就国外你展览上来，只是还没有回来上来。等下我问那个什么，你研究的都没出来的，这个织布机还我姐姐的织布机来以前的，马来诺要带来国外展览上来嘛，只是还没回来。织布的话，我真的是在我们拿这个工。
还有谁？这里你说杨妈妈、杨老师，加比的诺基说，马拉留多。好，你搞的话就在哦，年限哦。年限那搞的。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刚刚讲说我们是从驻马或什么去采这些东西，但是我记得我外婆说他们在，我们除了有男生的那个成年礼，女生也有，然后我外婆说她的成年礼就是以前他们那个年纪大概是15岁还是16岁，然后要自己做整套的那个族服，以前我们的族服不是红色，就是那种藏青色，是不是？藏蓝色，然后他们也有刺绣，然后我到现在外婆的那套一直在妈妈那里，所以你一翻开那个后面，就是它的缝线很丑，可是正面的那个图很漂亮的图像，而且我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外婆绣的那个图案。对，那我就不知道那个线是不是当初我们刚刚说是苎麻还是苎麻。对，我就不知道。我们以前的材料都是苎麻，但是你染色，现在我们要准备讲的染色的部分，我们除了红色以外，还有别的颜色是用什么植物？现在最近有人就在开始研究，原住民的也是以前我都是只有那个深红色，还有好像咖啡色，越洗越淡。好，像接下来那个。